對唔住，呢間診所及其他就近診所暫時額滿。當時夜晚7點幾，我2歲嘅小朋友發高燒，發到40度幾，診所閂晒門，我就揾咗好多間私家醫院，都話冇床位。冷靜落嚟，我諗起我有幫我仔仔喺 Sun Life 永明買咗一個高端醫療保險，我就於是打去佢哋嘅醫生保24小時 hotline， 好快就有人聽啦。呢個個案真係比較特別。其實入院之前咧，最擔心嘅事情就係去到醫院係冇房，要決定有冇房咧，我哋要知道細路仔嘅病況，有冇流感啦，有冇新冠啦。我哋喺電話上同佢溝通之後咧，全部都冇嘅話咧，我哋就同中大醫院講咗咧，我喺短時間之內已經留咗間房俾佢，佢哋去到咧就可以睇完醫生直接入房啦。我當時好心急，仔仔持續高燒啊，我哋已經出發去緊呢個中大醫院。好彩喺途中，我收到個 message 話中大醫院確認有房啊！成個過程都大約2個鐘咋。好彩有你哋，我仔仔先可以及時得到醫治咋。多謝你哋啊！唔使客氣，幫到你同仔仔係我哋成個團隊嘅責任。購買咗指定嘅危疾計劃或者高端醫療保險計劃嘅客戶，可以透過我哋嘅醫生保專上醫療服務24小時服務專線，協助安排預約喺香港嘅專科門診、醫生轉介、日間手術同埋住院，為客戶尋找更合適嘅治療方案。若果客戶確診由醫學專家診斷嘅合資格病症，可以向香港嘅網絡醫療專家尋求面對面嘅第2醫療意見。醫生保更加會為合資格嘅客戶提供免費嘅全面癌症基因檢測，有助提供更精確嘅診斷，從而定製個人化嘅治療方案。